讲咱的友邦盛文心呢，因国内换中国的新民主党领袖布莱德上任总理，外界烦恼讲这邦交会出现变动。外交部强调讲，含这个盛文心建交已经44年了，对邦交有信心。也若真正含台湾断交的洪都拉斯当的总统大选，目前开票暂时是两位换台湾的反对党候选人领先，两个人拢把表态讲，当选了后希望含台湾恢复邦交。 民众排队投票，进行甲台湾断交的洪都拉斯总统大选，伫当地时间30开始。目前完成4成算票了后，由美国总统川普力挺的在野国家党候选人阿斯夫拉领先，自由党的纳斯拉亚第二。这是控制3年甲台湾断交的现任总统卡斯楚，历史的执政党自由中间党候选人蒙卡达暂时第3。 选前，阿斯夫拉甲纳斯拉亚拢表态，若当选可能恢复，或者是加强甲台湾的外交关系。即马两位亲台候选人拢暂时领先蒙卡达，外界关心台洪关系可能各有转机。洪都拉斯的养虾业受到很大的冲击，我们再去证明那么中国用各种样的方式利诱的方式来建立邦交就是建立在一个不稳固的基础上面，开展跟洪都拉斯的关系我们会再继续的努力。 另外，加勒比海友邦圣文森亲中派新民主党领袖富莱德接任新总统，24年来第一摆政党轮替。新民主党把主张甲台湾断交、甲中国建交，引起外界烦恼。但是邦期恐惊有变化，外交部强调，甲圣文森有44年的邦交，有信心稳住两国的关系。 大使已经跟他们的后任总理Friday， 还有他的国会议员致贺，然后也谈了双方继续合作的关系。那会担心断交？那么我们当然会密切的关注这样的一个状况，应该是还是有信心。 除了对台城关系有信心，外交部处长吴志忠初伫广播节目顶悬佫强调，台湾甲10个友邦邦期稳定，甲校定未断交，也咧努力增加邦交国。记者综合报道。